近嚟有啲家長查詢乜嘢係言語失用症，都懷疑自己小朋友會有，咁啊請家長留意啦。如果小朋友咧理解都 OK， 不過咧模仿口型比較弱，而且咧佢哋講一個發音嘅時候都要試幾次先成功咧，咁就好大機會患上語言失用症啦。言語治療嘅課堂加入科技系統嘅協助，突破傳統訓練嘅模式，包括我哋引入咗聽覺系統同埋頻率系統。咁用聽覺系統咧可以協助小朋友喺聲音信息處理上面咧有所提升。BB 做咩啊？有蚊蚊啊！蚊咬，好啊！係啊，好痕要做咩？要啱啊，要搽藥膏。而頻率系統咧就協助小朋友喺輸入聽覺同埋輸出口語嘅時候咧可以同步進行啦。係叻仔，好，呢個咩嚟㗎？電係叻仔。言語失用症一直都係言語治療一個比較棘手嘅難題。咁科技嘅突破咧，令到我哋可以令小朋友無聲變有聲，由冇意義嘅發音變成可以與人溝通。如果你都有興趣我哋嘅訓練，咁就歡迎聯絡我哋起步言語治療嘅服務。